今日要講嘅故事主角叫做傑仔，17歲。我細個就係旁人眼中冇用嘅細路，永遠坐唔定，上學逃課，做功課懶惰，人生完全冇目標冇方向，生性唔壞，心地善良，但係就係懶，就係懶，日日得過且過，渾渾噩噩咁樣過日子。透過熟人嘅關係，將我介紹到去土瓜灣13街一間車房裏面做學師。幫我鋪路推薦我入行嘅，正係呢間車房嘅老闆威哥。威哥為人沉默寡言，平時對我從來都唔鬧，只係見我唔識，手腳懶散，不時就會搖頭嘆氣。我初入行嘅時候一竅不通，咩係電油啊，咩零件啊，咩工具啊，完全唔識，根本就冇資格挑剔。老闆叫我 OT 就 OT， 叫我執嘢就執嘢，叫我洗車就洗車，我通通都照做。土瓜灣13街舊車房本身就係陰陰沉沉，兩旁都係一啲舊唐樓，日頭都好難有陽光照到入嚟啊！一到黃昏，成條街就更加深陰，外人覺得呢度污糟邋遢、陰森壓抑。我啱啱嚟到呢度嘅時候，一樣係咁諗，直至到連場怪事發生，所有嘅異樣都會只係喺我獨自留喺度嘅時候呢，深夜 OT 先會出現嘅。起初其實都係小事，明明啱啱擺好咗嘅工具，轉頭又唔見咗啦，揾勻成個車房都揾唔到。天花嘅風扇又會無啦啦自己着，發出咿咿嘅聲。角落堆起嘅舊胎舊零件，又會有啲移動嘅聲啦。我一開始都以為自己係太攰眼花，直到後嚟怪事，只要我一心諗住唔返工、逃避、放假、離開車房，一踏出車房門口，個頭就會痛。呢啲唔係普通嘅痛，撕心裂肺嘅痛，陪伴住有強烈作嘔、頭暈眼花、腳軟、全身發汗。試過幾次我換好晒、執好嘢，諗住走唔返嚟㗎啦。踏出門口唔行得幾步啫，個頭又痛，好劇烈咁痛。最嚴重嘅就直接暈倒添，路上嘅人仲幫我 call 白車送咗去醫院。但係最詭異嘅就係，我一返車房就冇事，踏入返呢個門口，頭痛就自己慢慢消失。去到醫院驗完血、照完腦，全身正常，醫生都話睇唔到有咩病，即係話我精神壓力大、精神緊張。日頭去車房做嘢嘅時候，無論點辛苦、點捱夜、點攰，我嘅精神呢都係正常嘅，身體冇任何不適。偏偏就只係諗住唔做，想離開呢度，怪病又復發。久而久之，我都覺得身體同埋精神上好似俾人加咗把鎖咁。一致嘅車房天花漏水，令我發現咗車房嘅一個秘密。車房嘅閣樓呢，長期都係上鎖嘅，禁止所有人上去，淨係得老闆一個可以自由出入。原來閣樓裏面呢，一直係擺住阿威哥過世嘅父親骨灰。呢個時候，我所有嘅怪問題都好似有答案咁。我心諗可能係呢個老人家嘅靈體想我留喺呢間車房。眼見我17歲，懶散墮落，無心向學，冇人生方向，驚我早早離開，喺外面結交損友，行差踏錯，荒廢一生，所以佢就選擇留低咗我，唔俾我走，一直以頭痛作嘔呢種方式嚟提醒我，強迫我留低，踏實咁樣學做人，學做事。每晚嘅深夜，我都望住封鎖嘅閣樓樓梯，總係覺得有雙眼望住我。工具嘅失蹤，半夜嘅怪聲，無端嘅異響，全部都係呢個老人家嘅提示。心地善良嘅我，從來都唔想得罪人，但日日俾呢種無形嘅束縛住，冇假放，冇自由，唔去得遠，壓力大到失眠。我驚我呢一世都要留喺呢間車房，就係咁樣過咗好幾個月，日日乖乖咁留低 OT， 唔敢隨便離開，成個人都覺得陰陰沉沉，活喺恐懼同無奈之中。直至到呢一晚，一切都有轉機。
大約夜晚10點，13街大部分嘅鋪咧都已經落晒閘啦。車房得返我一個留守。突然有一架私家車駛咗入嚟，司機落車就講啦：師傅，我個車胎有異響啊，車胎有啲怪聲，可唔可以幫我睇下？呢位客人望落去好普通，但係原來佢係幫人處理靈體羈絆、解決先人執念嘅事嘅。佢入嚟嘅時候望一望閣樓，就講咗一句：老人家打攪晒啦，咁夜。我當堂嚇到跌咗手上嘅工具，頭皮發麻，全身起晒雞皮。我一開始半信半疑，一邊幫佢整車，一邊就將呢幾個月嘅怪事同車房嘅怪事、閣樓嘅事，我通通講晒俾佢知。呢個車主聽完之後冇半分驚訝，反而輕輕咁嘆氣同我講：原來同我講出我從未聽到嘅真相。呢位老人家根本就唔係想嚇你，想害你。佢當初係叫阿威帶你入行，佢一眼就睇穿你嘅本性係善良，但係太懶，太似佢個仔阿威啦。年少冇定性，一出社會就好容易行歪路，行差踏錯。佢唔捨得你浪費青春，佢想教好你，等你喺度學到手藝。我聽到呢度心都震埋，原來日日承受住頭痛、束縛、恐懼，原來唔係詛咒啊！原來係呢位過世嘅長者沉重嘅善意。老人家靈體一直駐守車房，死死咁望住我，我留低學嘢，乖乖咁做事，安分守己，佢就安心，我身體就平安無事。一旦我想逃走，我想逃避，想放棄，佢就用佢靈體嘅牽引力量，令到我作嘔，身體不適，逼我止步，逼我回頭。所有嘅身體不適，全部都係老人家恨鐵不成鋼嘅執念。車主仲講，老人家嘅心願好簡單，就係想教好呢個迷途嘅小青年，等你好戒甩懶散，建立目標，學得一身本領。只不過凡人嘅肉體受唔到靈體嘅執念牽引，先至會有怪病呢個出現。而我今次嚟就可以幫你同老人家溝通，代佢引走靈體，化解執念。之後車主就上閣樓前靜心溝通，代表我傳達心意。我亦真心懺悔，應承老人家以後一定努力戒掉懶散，好好做人，認真生活，唔再渾渾噩噩。當晚嘅夜，車房入面所有嘅陰涼壓抑氣氛慢慢咁散去，多日盤踞住嘅空氣壓迫感亦都慢慢消失。車主幫忙順利帶走咗老闆父親嘅靈體，化解咗佢無人知曉嘅執念。我放工行出大門口，頓然覺得所有熟悉嘅頭痛、作嘔、頭暈完全冇出現。我徹底明白，原來靈體作祟可以唔係詛咒折磨，而係提醒同埋守護一位過世嘅長者最後嘅靈力、最後嘅執念。佢寧願讓自己被執念困住，讓我一時身體不適，都唔願意見到我17歲嘅年紀冇目標冇方向。呢間陰暗車房困住我嘅自由，但卻贖回咗我嘅人生。而呢位素未謀面、默默守護我嘅長者，先係呢個故事裏面最溫柔、最無私嘅人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